哦，呢個唐裝店好耐㗎啦，已經有原身已經係由1970年開始，咁咧做到現在，不斷將啲款式變到差唔多全部係賣中國 style。睇個別嘅款式而定啦，平嘅就百零蚊，貴嘅300-400蚊都有。哦，都有，而家都多數有買，不過量數咧就冇以前早過去嗰7、8年前咁多啦。顧客現在少咗啲啦，原因上咧嗰個中國個熱潮咧開始減退，最旺盛嗰陣時咧就香港回歸1997年，就好多人中意懷舊，着中國衫。嗰陣時咧就啲人購買力咧就大好多。而家現在嗰啲遊客咧較為少啲，原因上咧由於港紙跟外國嘅貨幣掛鈎，唔係跟美元掛鈎，變咗嗰個價錢咧高咗啦，變咗佢哋購買力咧就冇咁